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尊贤义灵，当信修我。佛道心其亲，佛道助其助，助难有所将，众有所用，有所调，观看佛道，为จิต见，还有所用，常有魂，路有归，好奇气地啊，不必从意记，也好奇不出离心也，不必为记，是故我必以不因得切乱接离不作，我为何以不必？是为大同。佛体般若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佛体般若蜜多时，了解我闻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有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性，不实不虚，不垢不净，不净不净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。无间理必摄心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可执灭道。无地亦无地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以法界般若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以法界般若蜜多故，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菩提法界般若蜜多，是大成就，是大明智，是无上智，是无顶顶智。能度一切法，真实不虚。我说法界般若蜜多智，亦说智慧，揭谛揭谛，般若揭谛，般若精揭谛，菩提萨埵。
是毋是伊就加一个，因为伊生来的时阵讲做有钱啊，当然啦，因为过去咧修行毋是一世修